高太，又到雨季，每逢香港打風落雨，我電話就響個不停，唔少客都問我，健仔我邊度個朋友個單位入晒水，有冇辦法嚟幫下手整佢？高太，你有冇咩建議幫下佢哋做到滴水不漏？健仔，好多人以為防水就係求其買隻防水膠，邊度漏就喺表面搽邊度。其實表面嘅塗料只係最後防線，真正嘅關鍵係在於基層處理同系統化嘅標準施工。防漏工程要用啱材料，再跟足符合標準工序施工，先可以做到真正嘅滴水不漏。標準施工聽落好厲害。我知道做天台防水主要有兩種方案，第一種門檻低，想簡單快捷就做面層防水；第二種如果預算充足，想做一個能夠長久有效又堅固，就做中層防水。冇錯，無論做邊個方案都要注意廠家標準施工細節，不同公司既產品配搭及施工程序都有差異。我而家就用東方雨虹產品系列講一下防水系統產品配搭施工要注意地方。我哋呢條片首先講下簡易版，即係做面層防水，唔使打擦。第一步，處理基層，要用水槍同清潔劑充分清理，做到基材平整，冇沙粒、冇積水、冇油污及鬆散物料。之後用雨虹 YH400 牛奶水同水泥砂漿充分攪拌均勻，針對凹凸不平同破損表面做修補。如果裂紋有0.2毫米到2毫米，就要人手作 V 型槽，清走鬆散沙粒及灰塵。批加咗雨虹 YH400牛奶水、水泥砂漿做平整。高太，天台最常漏水嘅地方往往係陰角，即是地面及牆身個90度死角。點解呢？因為直角容易產生應力集中，當建築物因為熱脹、冷縮或微動拉扯嘅時候，防水層喺直角位一扯就裂，必須做連續圓弧抹角處理。可以用雨虹牛奶水加英泥砂漿做最少半徑50毫米抹弧，將直角變圓弧，應力就會分散，完美保障防水層完整性。哇，學到嘢喎！呢招真係科學。做完以上基層處理，等基層完全乾燥，就可以油一層雨虹418多功能底油。佢嘅作用係深層滲透、封閉毛細孔同鎖定基底，提供高抓力表面，接合後續施工層。等到底油完全乾透，就可以油防水物料啦。如果選擇不起底，簡易施工面層防水方案，可以用 YH Coat 900外露防水膜，呢只係亞加力防水膜。收到。高太，仲有乜嘢避坑貼士？提下我。3個避坑貼士緊記： 1. 牆角或者平面同垂直構件交接位置都屬滲水高危位置，必須做圓弧分散應力。 2. 防水膜最好做返個圍牆，做成一個防水雨衣，全面保護天台。 3. 防水膜厚度一定要做足廠家要求，先會達到防水效果。收到。高太，不如你復盤一下標準施工流程同埋產品配搭。以下呢個圖表就概括唔起底所需要記物料、施工時間、技術要求、防水層有效期等建議。而東方雨虹呢2年喺香港、澳門都完成咗好多室內外防水項目，包括工廈、別墅、屋邨、花園、街市、停車場。其實東方雨虹呢套系統化防水工藝喺香港好多地方都用緊。好似香港愉景灣天台防水項目就係用咗雨虹418底油、雨虹多功能倒漏保，配合抗 UV 兼耐候嘅 YH Coat 900灰色外露防水塗料，做完之後經歷颱風、暴雨都冇問題。但如果個客要穩陣啲，想選擇做中層防水，高太可唔可以介紹下產品配搭及標準施工方案？如果客人有 budget，容許比較長施工時間，實在係做中層防水穩陣好多。但工程施工方案較為複雜，留返下條影片同你講。不論做外層抑或中層防水，防水材料選擇好多，我哋會根據樓宇狀況、客戶預算特別要求調整。有時加入纖維加固，有時亦會使用2種防水材料，在同一工程中加強防水效果。市面產品繁多，如有疑問，不妨諮詢我哋嘅物料顧問。如果各位師傅或者業主都想徹底解決屋企天台、露台或者外牆嘅漏水噩夢，記住跟足標準施工步驟。有工程疑問，歡迎留言諮詢。揾高見，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